大家好，我是黄志玲。我是洪欣怡。我是吴克武。我是李尚武。欢迎收看《修行的彼一天》，耶！咱来到这是家己的东石，这的海产甲蚵仔真有名。我是在一个在地囡仔泽林，因兜就伫咧鱼市咧卖鱼。泽林已经捌代志哦，卖去鱼市遐斗3工。有闲的时阵，伊嘛甲朋友做伙出去踅踅闹闹的，咱就做伙来看卖因的海口生活。我紧啊！泽林，泽林，嗨，哎，妈妈，嗨，你好。嗨，哦，爸爸伫遐无闲。嘿，伫咧遐咧无闲。好好好，所以你伫无闲一时啊？嘿啊，啊，鱼啊是拢来啊，还是？今日的鱼啊，可能就加车尔，因为刚出一队，哦，出一队，嘿那种船吼。嘿，两个船啊，嘿，做一队，哦，做一队。嘿，啊出海掠鱼啊就来，嘿，嘿，啊伊就是出一队，今日较少，哦，所以安尼若当出一队，就算讲鱼啊今日较少，今日较少。啊，你来遮拢斗3工啥？会帮忙招呼人客啊，帮忙捡鱼啊，哦还是看爸爸有啥物物件爱斗3工，就做伙用。哦，你就做费用，所以会斗3工。鱼要倒出来。要倒对这边吗？对，倒一边。你知？啊，做伙斗3工啊。好，你你知 N 啊？这种共一种鱼啊，还是有诶无共？有诶无共啊，就这就是鲈鱼，嘿，这是乌鸡，那个金枪。哦，嘿所以几啊种纳做伙，嘿啊人可以来买就家己拣系啊，因为问介绍，若感觉会合意就交阮客，嘿，啊加遐算数。哇，活跳跳的鱼。安尼甲鱼啊含死无？就结壳较着啊，因为哦，阮用兵嘛是要互鱼啊死去。哦，真诶哦，甲冰死。嘿，所以看起毋是讲伊一定爱活跳跳，你若是有甲动开安尼，嘿，啊搁看有受伤无？啊伊目睭，嘿，啊，若是较查验的，伊就会看这内底的青，嘿，看伊的色，伊的色若是较浅的话，对，就是代表可能放较久，可能较无好啊。哦，嘿，啊若看目睭的话，就是即种较光的。所以就看目睭爱金金安尼，所以咱就是重即个鱼仔的青度就对啊，啊，咱倒咧口感是较方便，互人客对，经伊要倒一尾啊嘿，啥物鱼啊，嘿啊若用个箱仔内底就该冰来冰去，安尼无好用。哦，无怪你，因为若是想爱得塔做伙，系啊系啊。这
这是阮爸爸的名啊，做黄瑞义。爸爸，你今日创啥？我今日甲粉啊准备鱼啊。这是粉啊叫你抓的吗？对啊。我先甲你听一挂冰。爱甲较水的，起来捞人啊。啊，伊会甲你讲伊要啥物鱼啊，你就抓吗？啊，讲抓惯势啊，伊要爱啥我拢知。这就是阮爸爸，阮爸爸来这的工课，主要就是帮忙捡鱼啊，招人客。你为几岁开始有来这道啥？无记唔得，无就是幼儿园来遮。哦，因为该互爸爸妈妈顾，厝里无人。嘿啊。所以深头是因为厝诶无人顾，啊你才来。对。啊，自细汉就哪加减斗相共。系啊。你敢会无聊？无聊是袂样，个若是做规工会足忝。你若安尼做，爱甲当时才会使收。看鱼啊食少，啊像今日鱼啊安尼，嘛无讲足济，可能就较早。哦对。啊，我就搁爱甲种清清的，嘿，可以较清气的。嘿。爱较好用物件。搁款过收过这样子。哎，阮才用搁对。嘿。大家好，这是阮阿嬷。阮阿嬷的名叫做黄地翠云。阿嬷，你今仔创啥？我炒硬菜，炒恁爱食的菜。你感觉你同会晓煮的菜是哪一项？哦，拢普通，拢差不多啦，差不多拢会晓煮啦。啊，阮若炒米粉时啊，佫较好食啦。啊，菜我拢会晓啦。这个是阮阿嬷，阮阿嬷拢对我足好，拢会煮饭互我食。阮阿嬷足厉害哦。有影哦，乖孙佫甲我学了哦。规生仔较衰咧，啊，甲翕一个，规生仔较衰咧。来，佫衰一点。阿嬷甲你煮安尼来，啊，恁去打工会忝袂？对啊。忝吼，啊忝要趁钱拢忝的啦，趁钱哪有剩我的？阿嬷咧泡蚵嘛是足忝的，一下下床头算老人啊。啊，姐姐要过去花钱。系啊。好啊，食饱食食咧，去做工课啊。安尼食食咧较有力啦，较有气力啦，囡仔人食食有饱。啊，阮昨天煮了好食毋？好食好食，阿嬷煮的嘛好食。有影哦，细细啦吼，佮互你学落安尼，真甘有，真甘有。真正。嘿。有厝内的味，妈妈阿嬷的味。啊，恁两个去食啦，恁较无咧食鱼啊，硬鱼啊去食啦。好。鱼啊较好啦，阮菜平常拢咧食。真正。嘿啦，啊，阮鱼啊又食又腻呢吧？硬去，你经验过？啊，像昨天平常时伫厝诶，拢家己斗相共啥？伊都若摆6礼拜，即摆咧打工较无毋通。哦，你有去打工？系啊。伊即摆打工，我就礼拜六我毋敢甲伊做，无我拢甲伊佚佚佗骹啦，啊是洗便所伊拢会。哦，带家己做安尼。阿嬷是自细汉甲我饲到大汉的，所以我感觉阿嬷真正对我足好的。嘿。就若有啥物代志袂晓，还是安那甲阿嬷问，阿嬷拢会甲我讲。哦，安那甲伊讲。安那做，安那用，安拢甲我讲。嘿。伊甲吐起来，我当往时啊过去，甲吐哦，好，丢，安尼，哦，安尼丢啦。哦，恁若食我就欢喜啊啦。拢看囡仔食就欢喜。嘿啦。迄一天的第一课。昨天咱今日要教大家啥物？咱今日要教大家是今日抓到鱼啊，一只鱼啊，做3个，伊用煮的方式有可咸的。好，咱去讲一下。3个。这尾较细尾的这。这尾也做灵芝啊。灵芝啊。嘿，这尾料理的方式会用煎的。会使用煎。嘿。好，咱去讲一摆。灵芝啊。这尾咧？这尾鱼啊做拍头啊，伊会用料理的方式有用真的浇煎的。真的浇煎的拢会使。嘿。好，咱去讲一摆。拍头啊。安尼，大家晓袂？
过来愈老练？因为阮遮店旁有一个拍卖，嘿，啊，阮承销人就是会来用证件换阮的囡仔去倒，看你要爱啥物鱼啊。嘿，哦，所以一般人袂使拍袂顺，伊是袂使去啊。会使，只是爱来教阮换囡仔就对。哦，甲恁换嘿，囡仔去。因为遐有囡仔才用。爱唱啥？若是有两个人要爱的，对啊，就是看啥较紧，哦，看起来较紧。看啥较紧。啊，若是两个拢共款紧的话，就是继续开始悬起哩，看啥个要。哦，就开始介绍一直读一直读，啊读甲就是介绍较悬。哦，阮 B B 啊，啊，就所以安尼代表要开始啊。就代表要开始啊。所以人第一安尼画过，啊才使开始。啊，听伊当下画介绍，若讲家己会拍的话，就囡仔互伊。啊，到最后你画来鱼仔，伊会互你单啊。对。啊，你看你囡仔几多少的，对就兴起互伊，啊钱互伊算就好。看，伊这样就是咧画公斤的计数，嘿，算公斤偌济。安尼这画这个人头壳爱足清楚。嘿，伊会爱讲啊足紧的。系啊系啊。嘛啊，法度记这啥物鱼啊？嘿，啊，迄个计数错偌济。对。嘿，伊安尼才有法度去确定讲这鱼啊到底爱用偌济。安尼就无啦，伊继续相关。好乖。因为你只要甲囡仔安尼揪大，就代表讲你无。哎，这是算钱。那边就是拄好伊就对。要画了就。啊，你搞拍。250，只一个以下都会使。好。啊，你嘛是搞拍。好。两个一乐的5包。买啦买啦。我还记得。还好不好就学。炒真係是最後掛伊介紹嘅人喎。係啊係啊。樣個。係啦，衣紅版衣。係。哦。好，呀。妈妈，你今日创啥？生肖啊，为啥物爱算小？你人个人个较比较关键钱啊。啊，等下留一资料，再来钱互你嘛。系啊。这就是阮妈妈的名叫做徐瑞慧，伊来遮主要的工作就是算小。外形。哎。对个。哦，对啊。对啊。三个。嗨。嗨。你好啊。你好。做料啊。哎呀，拄做了呢。是哦。哎呀。这是。伊是阮朋友相遇啊。哦，相遇。系啊系啊。啊，要出来老老实实的无？好啊好啊，那唔好。好。我们赶紧出去上。会使。咁就惊。行。好。拜拜。拜拜，拜拜。啊，去哪里？去哪里？要行对对。咱去看一下。对。这就是阮朋友奇遇啊。哦，奇遇你好。你好。哦，真好，够有汤水，真毛一只。啊，你无烟啥？我的落卡啊。落卡卡。落这卡卡是创啊？这卡落落，啊中这个空会有三个穿过规关，啊卡包咧后边啊反正。啊，所以要先落过就对啊。嘿。恁敢拢捌用过啊？捌啦。哎，我敢会使试看卖？
好啊。耶，好，我看你咧做应该是无困难。所以一厝的拢可以斗三工。这若无细腻来，敢袂去弄？你敢去挂？嘛是对，嘛是。应该毋是讲挂，就是你手所在可能伫会去落地。哦，去落掉。所以做这嘛是爱做细腻。这种拍掉有时这甲起的，啊这甲扭开就好啊。哦，那是拍掉的。嘿。应该其余是安怎熟悉？咁，阮之前个国校是共班的，哦，共班的。啊，有时阵拢会做伙招去算啊。招会去算。系啊。所以恁有时会来找伊，就当个落脚啊。系啊。啊，恁个敢会家斗做？较侪拢伫边仔看伊做尔。拢是边仔看伊做？啊，你无因一来，你就叫因斗三工啊？你就换因做，你就会使休息。嘛是无想过。哦，无想过，啊，一定讲你就是，我甲伊。这就是心仪因兜，嗨，心仪妈妈。心仪妈妈你好，你好。哎呦，欢迎哦，来到破鹅去呢。好啊。来，你要水破鹅啊就。好好好，来，去手洗算倒破鹅。心仪，我有听讲恁去比赛迄破鹅，恁去组第一名。嗯，对。哇，所以你嘛算是蛮厉害的对啊。没有。这么谦虚对啊。嗨嗨嗨！好，我来了。1、2、3。好妙！来接载力过来。来，咱来比赛，看谁上紧。好啊。好。啊，恁感觉要处罚啥？食一粒蚵啊，青哦。青就是很破的蚵啊。 3、2、1，开始。好。啊！1、2、3、4、5颗。加油！然后几颗了？我10粒吧。你慢慢来，没关系。蚵啊，很好吃。哎呦，好饿。17。这样你完蛋了。我出来才有2颗。你点要输伊啊？你点要输伊啊19。反正是一破，伊家己破烂。20吧，我20吧。那我剩多少？你19。屁给！这里16，再加这2颗不是18。谁来啦？帮你破好啊。哎呦，免死。好啦，我陪你啦。真的好吃哦。真的？怎么可能不吃？2、3、1，哦。好食啊？应该好食啊。啊，你食吞落啊？好臭哦。我刚都好食哦。关袂歹啊。我觉得好饿。你再吃1颗。吃了等好哈，吃了等。你下落去就对啊。啊，千羽巴特。快！哎，越来越多水了。真的哎。哇！快！哦！哦，这个感觉。哦，哦，好溜滑。哎呀，下面有石头啦。没关系。哎，你扣起来看看，感觉蛮棒的。不要。哇！真正。你下去放屁吗？酱香放屁。啊！去咯。我这，哎，这有卡当时上诶。
拢是，但是有的时阵啊，卡掉，有的时阵你不会定下来。这个建立不？拢是这个。较细物件啊。我的第一步成功了。哦，加油加油！你才第一步。奇遇，哦，是要讲真的。奇遇的第一步是人类的一大步。你即摆咧打的这是啥？蚵饼啊！哦，对，就是团水中的蚵饼啊。嘿，这就是奇遇他都要那卡啊嘛，啊，绑做一块了，就绑起来。你摕到啥物？做刀吧。配啥？你叫啥？感觉会断掉。这是啥物啊？哦。就我这边，我这边。我家。阿红你也泡脚哦。对啊。用蚵仔泡。袂歹呢。这个，安尼就对了。呵。心累。是啊，买啊。敢若咧光叫啊。你光叫，噗嘞。好家，起嚟。好，加点管。我感觉唔济，哎，搞袂晒，来，啊，我刀无，会使啦，会使，睇石头，哇，袂糊，爱打这边，好，加油，哼，喂，碎了，啊，幸好没有整个人下去，对，无就下来，创赛感像你，真正洗身躯啊。同学的个性拢无啥共款，你感觉因的个性安怎？较会耍啊，无一个讲唱湘语的，湘语哦，湘语就是同爱耍去的，同爱耍的，带头耍的就对啊。啊，奇遇就是当边仔咧共讲的，嘿，啊，新语哦，无甲伊定耍啊，学较罕的是无？就是因为咱伫厝因讲斗相共，哦，伊拢伫厝的斗相共，所以我拢叫因两个较定耍。啊，若厝的无用，就斗相共厝；啊，若有用，大家就相招，同学安尼出来行算。大汉就无通安尼啊，个人做工课。嘿，嘛是吼，对啊，嘛当然趁钱的时阵，囡仔是会使安尼算，啊，佮有伴，规定的伴会使做伙。这边甲泽林，佮有因规定的朋友安尼算做伙，我感觉。像因安尼啊，住附近啊，大家有闲少少，就使四界佚佗，拢唔免惊无伴，是一件足好的代志。抑佮有，因为我安尼甲因算做伙嘛，啊嘛有甲因做伙做这个工课，所以我听到泽林甲我开讲，伊讲到伊会想要继续住伫东石的时阵，我就有一个真深的感觉是，反正就是因为伊甲即阵囡仔伴，伫遮有因算做伙的记忆，又佮伊嘛有投入这个工课，伫遮咧斗相共，所以伊的记忆甲伊对这个所在投入，互伊。对这个所在的感情嘛特别深。你我相对的一天，相信的一天。你去搞这新的，你就普罗的，有无？袂歹吼。好啦。下个你问这谁？哪会？等你大汉趁大。啊，无变其他新的啊。哇，其他新的个愈贵呢。哇！我自投。